想繼續同大家分享《小狗錢錢 Boodle Shiva》嘅呢本書，裏邊有個細路叫 Marcel， 佢12歲就開公司。佢同 Kira 講：你唔可以淨係喺度等機會㗎，你要去揾機會，而機會通常係藏喺人哋嘅麻煩入面。Kira 想去美國做交換生，需要一大筆錢。Marcel 教佢解決人哋嘅麻煩嚟揾錢。大家諗下，Marcel 點樣賺到佢第一桶金呢？佢觀察到星期日有啲人想食新鮮嘅麵包，但又唔想換衫出街，呢個就係痛點。佢幫人解決咗呢個麻煩，一個月只係做12個鐘，就賺到好多人要做幾日先有嘅錢。書入面 Kira 問咗我哋成日常問嘅問題：我仲細，我咩都唔識，我可以做咩啊？ Marcel 嘅回答係話：你專注返你可以做，唔係你唔可以做啲乜嘢。Kira 中意狗，所以去揾鄰居，唔係問可唔可以俾錢我，而係問你隻狗睇落好似好悶咁喎，可唔可以俾我帶佢出去玩？佢個鄰居好爽快咁答應咗，仲主動提出每日俾1歐報酬，如果教識狗仔新指令，額外加10歐。呢個就係核心心法，財富係價值交換嘅副產品。Kira 好興奮。Marcel 提佢唔好只依賴一份工，同埋遇到困難先係考驗你係咪賺錢人才嘅時候。當你將注意力由我想攞錢轉去我想幫你，錢就會自動揾上門。但係最令人震撼嘅係最後一 part。Marcel 警告 Kira：當你開始賺錢嘅時候，挑戰就會嚟啦。書入面 Kira 嘅姑媽佢話知道小狗錢錢嘅主人係邊個，佢仲話要帶走佢最愛嘅狗啊。Marcel 話喺呢個 moment 先係最重要啊！你係好似個洋娃娃咁樣去逃避啊，定係好似個贏家咁喺困難入面揾出路呢？記住，致富唔係一個字，而係一種面對生活嘅肌肉。你有冇去鍛煉呢一組肌肉啊？3個行動建議：寫一份能力清單，唔好諗學歷，寫下10件你中意做又做得唔錯嘅嘢，好似係煮嘢食、整理資料，甚至係陪老人家傾偈。2、觀察身邊嘅3個麻煩，嚟緊24小時，留意身邊嘅人喺度抱怨啲乜嘢，每一個抱怨背後隱藏住一個可以收費嘅服務機會。3、開始寫成功日記，每日寫低5件你做得好嘅事。正如書入面講，自信心係賺錢嘅基礎。如果你唔相信自己有價值，你永遠唔敢同人開價。多謝你收聽今日嘅讀書日誌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有啟發，請你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 同埋將呢集 share 俾一個正喺度為錢煩惱嘅朋友。記住，改變命運嘅唔係知識，而係行動。我哋下集見。